奧科學校提供好多嘅體育活動，俾學生們喺課餘時間可以全方位發展自身嘅潛能同埋興趣。從校內嘅課間操、眼部健操，到各種挑戰性強嘅團隊競賽，再到校外親近大自然嘅環山跑同埋熱血嘅校運會。江之浩校長已經為學生們創造了一個非常完整嘅運動平台。呢啲唔單止可以緩解學業壓力，仲可以培養學生們嘅身心素質。奧科學校舉辦咗拔河比賽、折返跑比賽、躲避盤比賽、跳繩比賽、閃避球等項目。呢啲項目對於培養學生嘅團隊意識同埋策略配合非常有幫助。最後仲有籃球投籃比賽，呢啲需要學生們高度嘅專注力同埋精準度，同時呢種個人技術嘅提升都可以增強學生們嘅自信心同埋成就感。總而言之，奧科學校通過呢啲各式各樣嘅體育活動，為學生們搭建一個全面發展嘅大舞台，唔單止可以促進學生們嘅各種綜合發展，更為他們今後嘅人生道路奠定咗良好嘅基礎。